像这个草有没有该遮的？哦，你看，像这个人造的这种垃圾啊，哦，很多呢，几多呢？是不是？但是好多达人带人高兴哦，一变快来，啲地块全部拢黑啦。慢慢。所以有些东西真是繁殖力归强，对环境哦真的是有归太危害。怎么样？正常啊，就是有这种尸体才会有瓜牛啊。这是荒野，荒野克星的哦。我哋傻巴大家好，我係傻巴，係巴嘎，我哋係傻巴嘎。巴嘎，今日嚟揾萬入邊是呢個產堂嘅學生咧，尤其哦，有地方偷偷叫炒螺肉啊，一等上呢。啊唔係啊，個炒螺肉係乜嘅東西嘛？炒螺肉，咁就開地方嗰種紅梨嗰種咧。哦啊唔係啊，聽講其實嗬，有炒螺肉嗬，大部分都係天然空嘅，唔會太啲嘅細路嘅啊。皮咯，但佢講有年特色，但哦，看我就聽講佢處理好，就同樣嘅用好食，唔信咩？唔信我等下就帶你去聊。哦，冇來去聊。我就冇先叫。喂，巴嘎。啊！你即個唔係帶去鳥蛇路嘅，買嘅東西都冇啊，所以鳥買嘅蛇路嘅啊。我唔係啊，老闆按年嘢，我先帶你來邊個量嘅同科普一下。我先講，一般吼，我先睇講嘅個蛇路嘅，攏係非洲大蝸牛。嚇？有還有分非洲嘅，還係台灣嘅哦。台灣有野生種嘅蛇路嘅，圓圓嘅嗰些唔定有看過冇？但係而家攏係睇世界各大嘅非洲大蝸牛。嚇？是安尼哦，台灣本來有蛇路，做乜嘅會有一個非洲大蝸牛走進來？唔冇你鬼好，我同你講，就係一個1935年嘅時間有冇？有一個日本人啊，嗰時間喺度打仗哈，看人台灣人鐵鍬嘅，我本來人食個好啊，食個蛋白質，啊唔過吼，人家又蛇路鐵多嘅，鐵不強嘅。啊，本來人哋也農作物攏食槍，啊，你就是外來種啊，最快外來種，你就要睇清楚，商業科技。啊，唔過牛啊，就唔係專業嘅。哎，意思是講，基本上有達人嘅咩？我認識一個也片牛也蛇路嘅鬼別人，我先帶你來去可以。好啊好啊，冇係定而家嚟前人哋呢蛇路嘅達人。好，來，出發。哎，紅哥，睇中我見咯，好久不見。來，沙巴，我哋小計下，有啲人家附近最會牛也蛇路嘅，伊係馬來西亞人哦，哈，伊對馬來西亞牛到台灣來哦，看唔出咧。紅哥，你今日呢個送我幾多？抓蝸牛啊！啊，已經睇到了，快抓到了！哎呦兩扎，這個就是螺肉啊。有看空有窮嘅螺肉。相親相愛呢。不過有個問題，紅哥是馬來西亞人嘛，怎麼來這邊抓蝸牛？因為這個好吃啊，好吃啊！想念家裡的味道啊！我們在馬來西亞都會吃啊，本來就都吃這個東西嗎？是啊，會啊，大家都會吃啊。想念家鄉的時候就來牛也給誰了？因為這個不用錢啊。啊，牛蛇路可以買個工具嘛？要什麼工具？用手啊！啊，可以嗎？手可以啊，一般都在什麼地方抓？這裡哦，這裡都全部都有啊。達人帶着我們走。你看，像這裡比較陰暗的地方，像這個草有冇該遮的？哦，直接用手拿。要嗎？去拿啊！直接用手。啊，以為咬我喎，不咬人啊？這個不一定哎，因為這個蝸牛啊，它是有牙齒的啊，用牙齒哦。對啊，所以它有可能會咬到人，這麼卡的呀？可是比較少嘛。因為你看，我們每次動它就鎖進去了嘛，所以它不會咬到人。很膽小啦。啊，是很膽小。如果落網之魚哦，落網之魚哦，很多。像這邊又有，這邊有，這邊好多嘞，有哦。啊，這裡也有。等些哦，不要踩到哎！你看，像這個就破掉了，破掉可以吃沒？也是可以吃的啦。哎呀，像這裡也是很多啊。哇，放一起。你莫怪日本人會養你來幫人做蛋白質補充。是啊。哎呦，破掉了呢。可以吃的啦，哎呀。當然，反正請問你一下吼，
诶，他有时像安尼，伊去田球诶，片中山安尼牛做的牛多少？最近啊，它大概只能50-60只，差不多搬一个桶这样子哦。我纽西兰超市嘛，所以没有下雨它就很少。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啊，就很多。黑豆也是青菜牛肉，就是不用在这种地方都会有啊。树上对啊，树上也会有啊。拿来吃火锅。我是没有吃过啊。有你讲生了也哦，是这台湾种的。那种人家吼，也非洲大观鸟，迄算生观太时间吼，做得安太。也本土中的那大洋的喏。洋，咱要买食车，你看人家农村人家壳诶，哦，我最近也有个销诶。我小拢看唔到。像这种水，有水啦吼。对，这附近应该也有。哦，要便宜炸，要便宜炸，哦，要便宜一炸。啊，对啊，来，你看这里是破掉了，好没？可以吃了。破掉也好吃啊。因为平时我们抓都是凌晨啊，或者是傍晚，对，会比较多。因为凌晨傍晚的时候是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啊，所以他们都会跑出来，是比较容易看到，可是比较分散。这种时间它比较聚集在一起，比较好找。哦，啊，这里还有啦3-4只呢哇，对啊，有大有小呢。对，像这里也会有啊，这里这种腐烂的根系的地方都会有。看一下，哎呀，看一下有没有？哦有哎啦，有啦，你要相信我，对不对？真是有哦。有呢啊！当然呀，非洲大观鸟肉食性的吗？不是，按多多跟没讲，以为咬你呢。它有牙齿啊，牙齿才咬人啊。可是它大多数都是吃这种就是农作物的嫩芽，它都会吃，就像槟榔的嫩芽它也会吃，所以说它非常的恶劣，对，危害农作物啦。对，我们要把它抓起来吃掉了，对啊，要吃掉，只要不要钱呢，对，不用钱。再去抓，再去抓。走。哦，你看要种的有无？也个吼还算细的，因为更加迄春天啊个冬天就够细只，啊有落雨的时节就有冲完胎，也总算正常大小了呀。你看，像这个人造的这种垃圾啊，特别的潮湿，特别的阴暗，所以他们大多数看都会有。哦，很多呢，几多呢？你看，是不是在这种地方特别的多？冬天、秋天、春天的时节肉质有差吗？哦，一定有啊！现在最好吃了，为什么？还小啊，还小，最嫩啊，脆啊。莫怪人更加乱尿。啊，就是这种时间才好吃啊。如果是像冬天像夏天都一夏天、冬天的时候，对，它太大了，它吃起来就很老。那台湾的你有吃过吗？有啊，可是台湾的不是很好吃啊，还是这种大的好吃啊，大只的好吃啊。这个有肉，吃起来比较有感觉。也福寿螺啊，像细路的几冲，啊，不过用迄也非洲大蜗牛，啊，也个吼，嘛迄以前引进来，比也个蜗牛有个快，台湾最大迄嘛个米，啊，也个专门生米的，像也个吼，安尼拄到伊定也种乱吼，做一群也粘黑清除，唔免讲吼，安尼残忍啊，因为也真是对安尼台湾的也危害铁太的啊，安尼像达人技术很牛也非洲大蜗牛，有没有人传啊？抓好了吗？抓蛮多了。呢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哇，比我还要多啊！不错啊，厉害！厉害！今天晚餐了。是啊，现在已经抓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去下一个秘密基地。啊，又还有秘密基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好，那你们看，这里就是我的秘密基地。你看那边有水，有草什么，然后平时这边也是有人养牛、养羊，是吧？把那个牛放牧到来这边。所以这里就会有那个牛大便，对，牛大便，因为大便还有那个营养，还有水分，所以非洲大蜗牛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哟。那它吃大便，我们又吃它啊？不就我们也在吃大便？不会啊，我们吃的是它的脚啊，所以我们是不会吃它的那个肠子，它内脏子我是不会吃的，我们把它拔掉，拔掉就可以吃。我们吃它脚腕吗？是可以吃，也是可以吃。达人当然很牛，达人当然的走，基地鸟。走，对。要有人的时候才给我有呢，怎样子？正常啦，就是有这种尸体才会有蜗牛啊，这是荒野克星的哦。那边都有水啊，哦，有诶哦，这里有啊，超多的。这里更大，更肥啊，它比刚刚我们抓的还要大很多啊。
有啊，你真是够胎呢哦。有水啊，有水就会够胎啊。是有水的地方，营养的地方，它们就比较大颗啊。都靠近水啊，给它。在这里靠近水的地方啊，都会有。你看这里也是有，还活着，还活着。比较小的比较嫩，比较脆脆的。好啊，俺的头都达人带人高兴哦，一变开来，去底部全部拢黑啦。慢慢。所以这个东西真是繁殖力归强，对环境哦真的是有归太危害。俺的一天来推移除啊。是啊，所以然后你们要加把劲啊，尽量把所有的都抓起来啊。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对啊，我们分散去抓，分散去抓。经过俺的头头一番努力哦，俺的牛刀有一刀呢，俺的金嘎就不能看一下，来达人。大刀，其实有吧？应该有。好啊，鸭讲达人，俺的要等下料理之前要用来处理啊，它那个处理轻麻烦。这个哦，因为野外啦，它非常的脏啊，所以我们要多洗几遍啊。那首先呢，我就会先把它用那个网子网起来，然后就去清洗它的外壳，因为你看特别的脏啊，会有泥土啊，对不对？那之后我们就会用石头把它的壳敲开，因为在里面嘛，所以要把它敲开取出来。之后呢，就是要去除它的内脏。花牛我们只吃它的那个脚，足部啦哈。对，足部之后再用那个粉。把它清理干净，因为它有粘液。还用面粉呐，哈，面粉会不会刷给粘液啊？对对，它粘液特别的脏，所以要用面粉多洗几次。好，那之后再穿烫。那今天呢，我就会做来自我家乡的料理，马来西亚的料理。对，马来西亚最出名什么？就是肉骨茶。可是今天我要搞不一样的，干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试试看。肉骨茶干锅，谁咯哎？对。哦，蓬熊哦，很香的，就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肉骨茶锅牛啊。那我加咯，这样没关系吗？可以，这次，不要烫刀，不要烫刀。辛苦了一天呢哦。是啊，终于啊。哦，用乖乖爱用菜，有个肉骨茶米丝，唔係平常食食的都係特別的米絲哦，佢香哦。就是有肉骨茶的味道。那球呢？落地拜五的那个肉骨茶米丝弄，对啊，贵好深呢。加個炒飯又佢香哦，佢特別。達人去哪食的？啊，我試看啦。哇，有一種家鄉的味道啊。對呀，你看你的表情，鬼夜就会鬼好呢，人間美味哦。就是這樣子煮才好吃啊。达人，你就是为了这一位哦，不是龙飞推来这边捡这个瓜牛来是吃。是啊，因为瓜牛不用錢啊。不是因为想家啦，没有，也是想家啦，想家才会特地去买那个肉骨茶来煮啊。哦，好啦，今日呢，佢多谢俺的达人哦，带人俺的牛一个洗路的，又话你洗哦，又来炒本俺的是，嘛继续希望做一个马来西亚做客家的桥梁，越来越好，好，越来越赞。好，好，今日的夜市就到这边呢，俺是沙巴，來吧，俺的沙巴。